開心見誠就無所不談，你有你聽就我有我講，聽得開心你就繼續聽，聽得唔爽可以隨時轉台，唔驚你黐就只怕你呆。歡迎大家今日收聽收睇咧呢個自由亞洲廣播電台嘅節目無所不談，我係今日嘅主持譚志強。係你好，我係今日嘅主持葉正文。嗱，今日咧我哋傾嘅咧就係旺角黑夜新津，又唔知暴動抑係騷動嘅，係年初一嗰單啊嘛。係冇錯啊！嗰個當日嘅其中咧現場有講嘢嘅香港民主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黃台仰啦，係失蹤咗成個幾兩個禮拜之後咧，終於係俾警方就係拘捕咗。係啦，喺屋企被捕嘅。咁佢個被捕過程喺屋企搜到乜嘢？哇！搜到好多嘢喎，係警棍一支，電磁炮一支，53萬港幣嘅現金，仲有壯陽藥、偉哥總共係100粒，仲有 V 煞面具，5套嘅護甲，最緊要就話點解會搜到一啲少量嘅大麻咧？其實咧入邊咧好咁多個 item 入邊咧，邊一樣嘢係犯法咧？喺香港嚟講，嗱，香港嚟講咧，少量大麻犯法嘅，但其他啲咩硝酸銨啊、聚乙二醇啊、二氧化硅咧，呢啲就冇問題嘅。另外百幾粒偉哥之類嘅壯陽藥咧，亦係唔犯法嘅。但係好似係咪要醫生紙嘅咧？壯陽藥唔會，其實私下其他途徑買到都冇問題嘅。咁護甲護膝亦係冇咩問題，因為你有時話啲係運動用嘅。係。咁而家比較出問題咧，就有人話：哇，電磁炮係咪犯法？又唔一定，因為啲電磁炮26蚊一粒嘅啫，好平嘅啫。咁仲有咧，有啲問題就伸縮警棍啦。因為你如果你係用警察用嘅伸縮警棍咧，好可能就犯法嘅。但係如果你係一啲叫做非警用嘅，咁就難講啦，真係。係。嗱，最後咧就係呢個 V 煞面具亦冇問題，因為香港而家冇任何法律，好似而家法國巴黎咁唔準蒙面。其實係遮住塊面嘅啫 ，V 煞面具係咪啊？咪就遮住塊面，咁我戴口罩遮住塊面啦，咁遮咗口罩咁啫，其實都唔會有冇得醫嗰啲嘢。咁所以你即係最大問題，我覺得咧就係其實就唔在啲嘢，係在嗰個53萬元現金嗰度咯。會唔會係來歷不明咧？嗱係啦，但係要解釋嘅喎，應該冇錯啦。你作為一個本土民主前線嘅負責人啦，其實主要係佢同埋而家係競選緊新界東立法會補選候選人嘅呢個梁天琦，兩個人嘅搞呢個組織。咁呢啲錢點嚟咧？嗱，第一件事邊個捐嘅，你一定要交代，就政治上。第二個，你用咩名義收嘅咧，亦係要解決嘅。點解咧？因為大家都記得過去2到3年咧，咪試過一大堆香港嘅泛民主派議員。就用各種不同途徑籌款，籌完之後跟住攞自己戶口，咁啊俾人肥到甩肺啦，記唔記得啊？係啊！嗱，呢個大問題咯，因為根據現行香港嘅基本法，特別係23條已經立法嘅公安條例同埋呢個其他嘅嘢，即係有7宗罪有2宗罪立咗法，同埋社團條例。係你作為一個社團，你接受捐款嘅時候咧，你要列明出嚟㗎嘛。如果你接受咗一啲叫做外國團體捐款，係可以取締你社團嘅喎。係咪要上報或者係公開等等嘅？係啦，冇錯。如果你唔係香港或者香港合法登記嘅社團或者公司嘅捐款嘅話咧，其實係犯法係咪？係犯法㗎。你可以取締社團嘅。另外就係仲有你啲捐款啊，用咩名義收你有個大問題，因為咧根據某一啲即係好憎呢個本土民主前線嘅人，佢想去搜殺咧。就發覺咧，用咩名義收原來喺香港現行嘅社團或者公司裏面咧，係冇一個所謂本土民主前線嘅組織嘅。哦，咁其實屬於有啲係非法啊，係咪咧？又唔能夠話非法，你只能夠話佢咧來歷不明。因為點解咧？現行香港從政團體咧，就得一樣玩法嘅啫。一根據選舉條例，你只要參加任何一級嘅香港選舉，無論區議會、市政局或者係呢個立法會，就已經當你係政治社團㗎啦。其實係咪要合理解釋咧？如果唔係咧，係咪一定要同政府啊或者係選舉團體有關方面要解釋清楚？嗱，政團而家香港咧係有2種登記方式嘅，一種咧就用社團登記，就根據社團條例咧就香港警務處嘅登記。
但係根據我所知，以呢啲成日去撩警察嘅本土民主前線，就應該冇理由咁去自投羅網係咪啊？咁啊係。咁於是咧，通常嚟講用第二種方式嘅，係就好似香港民主黨咁，就用公司名義去登記，就根據公司註冊條例就去登記咗，然後擺上網。咁啊，當然邊個發你呢間公司啊？有幾多股東啊？咁於是你啲會員咪變晒股東咯，係咪？咁而家咁點先？呢單嘢嚇嗱，而家呢單嘢唔知㗎。警方會唔會放過佢哋先？嗰啲現金嘅53萬，你話比較嚴重啲啊，來歷不明啊。嗱，先講明53萬現金咧係唔犯法嘅，係但喺政治上後果比較嚴重。係。咁而家警方檢控佢檢控咩咧？就係一啲叫做電磁炮啊、伸縮整棍啊，同埋啲少量大麻嘅啫。即係攻擊性武器屬於係。有攻擊性或者諸如此類，反正即係你知香港有啲麻醉品條例㗎嘛，就唔準即係持有呢個或者吸食呢個大麻㗎嘛。咁而家告佢嘅基本上啲就搜出嘅唔係全部攞嚟作為告佢嘅證物嘅。咁據我所知，大麻應該係犯法，香港唔可以有。係啊，冇錯係咁㗎。所以而家嘅情況係點樣告佢咧？就唔係全部搜出嚟嘅都告。就其中幾樣可能涉及違反香港現行嘅法律嘅咁先至告嘅。咁咧又好玩啦！告佢之後咧，咁啊竟然俾佢保釋喎。係。咁啊有位咧前香港廉政廉政專員咧，副廉政專員即係退咗休嘅。係。就公開馮法官話呢啲係恐怖分子，冇理由保釋佢出嚟。係啦。咁但問題出喺呢度啦。咁人係咪恐怖分子先？仲有，喂，呢個香港法院係有權俾個保釋嘅喎，你而家係咪干預司法公正先？係，但係咪會？你係咪藐視法庭先？但未定性佢為恐怖分子喎，好似。係啊，而家目前嚟講呢單嘢咧，其實用咩名義去告咧？就話係用暴動罪，但係實質上就唔係嘅。因為暴動罪咧喺香港好嚴重嘅罪行，係可以判10年以上或以上有期徒刑嘅。係啊，咁咧其實咧，我哋香港曾經試過咧，英國時代嗰時1966年啦，天星事件啦、小輪事件啦，咁啊1967年咧有個67暴動喎，咁嗰陣時咧其實已經定性咗為騷亂啊，騷亂係唔係叫暴動啊？因為暴動係比較嚴重呢兩個字眼，係咪咧？係啦，冇錯，所以事實上呢單嘢咧，我覺得咧呢位費事講個名啦，免得同佢宣傳啦。呢位前廉政專員根本係無法無天啊！我覺得即係香港特區政府請埋啲咁嘅啲廉政專員，唔怪得自己廉政公署係廢廢地嘅。係啊，俾人肥到喎，真係好緊要喎。嗱，不過嗰晚我記得咧，喂，發生即係騷亂嗰晚咧，好似你喺現場喎，真係。係啊，因為我見到咧，着住啲衞衣嘅淺藍嘅衞衣咧，咁啊有頂帽嘅，咁樣嬲住個頭嘅。用戴口罩？有戴口罩嘅，好高大嘅，咁咧就着住寫住件衫咧白色字係本土民主前線嘅，咁我喺現場都見到，咁我見到先信啦，唔見到我就唔會咩啦。咁最後你一睇唔對路，梗係閃啦，係嘛？係因為越嚟越多人啊，所以我就離開咗啦。你知啲人點樣嚟咯？唔知啊，嗱，俾你睇下嗱，各位啦，原來咧嗰晚咧就本土下邊有個 Facebook 嘅網路，就叫勇武建國嘅。就叫大家全民勇武，緊握護盾。哦，即係吹雞嗰陣時咧，就要大家要有啲咩嘅裝備啊，或者係注意嘅地方。係啦，冇錯啦。守則嚟嘅呢個係咪啊？嗱，咩叫吹雞咧？吹雞就係黑社會術語。係。即係話要召集啲同志嚟，同志一齊。一般嚟講做某件事。係啦，就叫大家嚟現場嘅。呢個召集令就叫緊急動員緊記。咁啊，即係吹雞啦，係咪啊？係啊，似黑社會有少少。即係好似集齊人馬咁啊，做某一件事係咪啊？係嗱，而家我逐個符號同大家解釋啊。第一個符號叫足夠裝備，有個盾牌喺度嘅。足夠裝備。係啊，嗱，點解咧？因為點解有個盾牌就驚佢俾警棍幫。係。第二個叫切勿裸裝，就有個頭盔喺度，即係叫大家去裝頭盔，順便就隱蔽自己咩髮型啦。第三個叫提防記者，點解提防？提防記者可能有間諜喎，係咪咧？唔止間諜，就驚俾記者影到，然後咧就俾差佬。即係最緊要影到個樣驚就會按圖索驥，冇錯啦，捉人，跟住密信警察，係即係警察同你講嘢乜都冇信。咁仲有叫唔好怯，仲有記住要聯群結隊，即係唔好一個人行動。仲要觀察地形，點解觀察地形咧？萬一有咩事咧，就喺後巷走得。走咩方向係咪啊？走到咩方向？仲有咩？仲有一個好小心左膠喎！你知咩叫左膠啊？其實好簡單，左膠就指咩咧？
就每一次警民要發生衝突嘅時候咧，係就有啲傻下，就好似嗰晚有個姓林嘅係咩香港中大崇基學院係神學系1年級，係神下走去做和事佬，就俾人哋無端端捉咗翻去警局。就係咁咯，就嗰啲叫勸交，呢叫左交嘅左嘢，街係咪叫左街咧？其實又唔係左又唔係街，即係傻下個腦裏邊霎下咧。霎下咁就樣。講啊社會主義啊大愛啊，係你愛我，我愛你啊，神愛世人啊，世人互愛嗰啲咯。咁仲有手機要充好電嘅，點解咧？佢哋仲好多召集令臨時通知嘅。最後咧就唔要花生友，即係啲旁觀喺度睇熱鬧嘅。仲有嗱呢樣嘢最緊要啦，就記得遮面，所以嗰晚你去住嗰度全部戴口罩嘅，遮住塊面。係啦，就驚俾人哋影到。係冇錯啦。最後呢個召集令先知啊，犯法就犯呢地方啦，就叫以武制暴。以武制暴。所以嗰晚你有冇睇到咧？成400-500人去打10幾個警察，瞓喺地下都要打，就係呢樣嘢咯。咁其實佢哋都幾有天分㗎喎，好似佢有個 logo 建國建國勇武係咪啊？係啊。咁另外咧，佢每一個呢9個12個 item 裏邊咧，個設計方面都好明確，唔錯㗎，好有天分，我覺得佢哋係咪啊？其實你問我覺得本土民好專業咁樣喎主係咪啊前線班人咧係幾有創意嘅。有創意有呢班天分人有少少似係啦我哋80年代喺台灣訪問啲黨外啊、民進黨啲群眾咯。係啦。咁即係不過呢啲人究竟係咪即係頭先都講過啊？佢究竟係暴動嗰啲係騷動啊？我覺得係騷動多啲。係啦。因為點解而家你又唔能夠應該未做到咁暴動呢個咁嚴重呢個詞語係咪咧？係冇錯，因為你睇得到㗎嗱，其實1966年青少年加斗領暴動嗰單嘢或者個騷動嗰單嘢咧，就主要有位我哋嘅社運前輩咧，就叫蘇守忠，係啦。佢後來想去做神父，但係神學院唔收，咁最後佢做咗和尚。咁結果去每間和尚廟咧同人哋嘈交，咁而家最後咧就自己在家修行嘅。但佢而家同啲今次嘅騷動嘅屬於後輩啦，因為佢係前輩。俾佢哋意見。咁佢意見就話佢哋冇腦喎嚇，佢咁樣抗爭咧一定係死硬喎，係點樣咧？其實原因就好簡單，你睇一睇1966年之小聯暴呢個騷亂事件咧，其實蘇守公咧就從頭到尾都係企喺度或者坐喺天星小馬律，即係香港天星小輪碼頭，即係無聲抗議嗰隻。咁咧佢從來冇走入群眾裏邊嘅喎。咁所以警方咧最後都只能夠控告佢阻街嘅啫。阻街個罪都唔係好大啫。唔係好大㗎咋。其實更加毒辣嗰人叫咩咧？就係台灣嘅我哋叫做民運之神。係邊個？嗰個人叫林義雄，佢係神嚟嘅，點解咧？因為當年引火自焚嗰個。唔係，就係當年美麗島事件嘅拉入監倉，跟住咧就國民黨就據稱嘅國民黨就揾殺手入佢間屋，就殺咗佢對孖女，殺埋個老母，仲插傷咗佢大女嘅，即係一家幾乎冚家咁喎。咁佢咧就根本就唔出街，連阻街摸告，就點咧？就喺自己屋企裏邊絕食。咁啊，call齊晒電台電視記者，24小時直播，2-3個小時就播一次。好似真係犧牲咗喎，係咪啊？佢冇犧牲到，佢到最後點咧？佢就最後就搞到馬英九就撤回要起呢個核能4廠反核。核4嗰單。係冇錯啦。自焚嗰個另外一個人叫鄭南宏，就係之後我哋先講呢個人啫。呢個人其實我都識嘅，同佢寫個稿嘅。咁啊，而家最緊要點咧？蘇守公點解話咧？呢參與者比較冇腦咧，就因為咧，佢認為咧，佢喺當年66年絕食抗議之前咧，已經積聚咗好多年嘅精神準備，認為抗爭就唔應該亂嚟嘅，要呢個修煉潛修積聚能量。即係有部署咁樣。係啦，而家好多青年想做就做，冇考到效果同埋呢個後果咯。佢認為你如果要同呢個即係啲警察本身硬冚嘅咧，其實即係要有計劃。你以武制暴，咁你冇力咁大過人哋先。人哋暴仲暴過你。你武又武過你。大家都知道啦，偉大嘅中國政府之所以能夠執政，就因為佢死咗2000萬人㗎嘛，仲同國民黨打咗21年嘅內戰，咁先至攞到政權嘅。我問你香港啲後生仔，
夜晚唔開冷氣都瞓唔着啦係啊。你點同共產黨報啊？即係好似空手入白日啦，咩嘢武器都冇，咁又冇即係又冇部署，又冇計劃咁樣，其實好危險係咪啊？係啊，好危險啊！你而家咁嘅玩法嗱，其實有部署有計劃都係危險嘅。大家記唔記得六七事件或者六七暴動咧？當年係共產黨地下黨港澳工委指揮，而係策動工聯會一堆左派團體上街搞嘢噶嘛。但係問題英國佬就查清楚中國北京代辦處，知道根本咧你班友係失控嘅，你哋係四人幫指揮嘅，周恩來毛澤東都好支持嘅。好啦，就等你參加咗呢個叫做新蒲崗人造花廠事件發生暴亂，咁其實咁於是一晚就拉3000幾人。咁當年其實都只有一個人死咯，因為佢會部署到，咁啊只係1000幾人俾人拉咗。咁輪到67年騷動嗰陣時咧，其實咧有多咗好多人死，因為比較大型，有51個人死咗。係啊，66年天星小輪就死咗一個咋，但係67暴動咧有51個死咗51個人，有832人受傷，被檢控入罪嘅1936人。係啦，係。所以你睇得到嘅，即係成個事情上面嚟講咧，你即使係有組織、有目標、有系統，其實本身嚟講都唔一定係成功嘅，你明唔明啊？係啊。所以你問我嘅話，我覺得咧，即係喺香港現行呢個社會用暴力行為，始終係違反個社會主流意見，都唔係咁合適咯，其實。係啦，所以你問我啦，我係絕對反對暴力嘅。要暴力嘅話咧，其實你係報唔過共產黨，都係大家醒目啲好啲咯。係啊。咁今日我哋節目咧就到此為止啦。係啦。非常歡迎大家收睇我哋節目，下個禮拜再見。下個禮拜見，拜拜。